有現咗話要用幾皮預算過嚟胡志明玩喎，嗱。嚟得西貢旅遊咧，就要有防詐意識，幾皮預算仲唔揸乾揸淨？1皮左右咧，輕鬆遊差唔多啦。廣州咧嘭嘭聲直飛胡志明，來回機票1000出頭，落地聞到空氣浸除啊，已經感受到西貢嘅濕度啦。李秀咧就同管家坐豪華杯車接送到市中心5星希爾頓，冇一個女仔可以拒絕呢個 view，我話嘅。咁閒閒地咧，再用3-4個鐘頭行撚晒西貢啲網紅景點啦，咩越南洗頭啦、海鮮殘廢餐啦、打碟咖啡啦，通通加晒身啦，都唔使5嚿水人仔。咁至於5-6點鐘咧，就好跟實管家去練歌房攞位啦，上百款當地小食，幾個鐘頭又食又拎咧就結束噶啦。咁但係咧，肯定係重點參觀龍宮泳池，唔使講噶啦。正所謂游水身體好，龍宮唱 K 又唔易老。晚餐又肚餓咧，就唔爭再去打卡埋網紅櫻桃酒家啦，30-40款海鮮咧睇到眼都花撚埋。咁最緊要咧係扎扎跳夠晒新鮮啊嘛。晚黑再同你個愛人翻到希爾頓摸下酒杯底，再望埋呢個 view，幾攰都值得啦。